以前下晡时啊，若有热对流，还是讲人数会西北雨，它会10点钟昆山里就淹水啊。啊，连到民国100年的防灾应急工程，把大湾排水的雨花提悬起来，然后建设一寡抽水站，佮加建设一寡这闸门。强降雨2小时内袂淹水，所以明显的改善。然后万代桥的修造吼，相信呐对着雨水的排泄会更较紧。所以讲咱对着万代桥的修造呢，抱着真大的信心啦，嘛有真大的期待。万代桥下面的三爷溪这边的水流，还有我们的交通的要道，那是水患的时候呢，都会更塞。这个改建工程对我们仁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建设。万代桥对我们整个三爷溪主流的影响非常大。以往万代桥是一个三爷溪非常造成非常大的瓶颈的地方。现在如果是把原来没有所有的落墩的部分有改善成为无落墩的桥梁的话，这对整个三爷溪流域的排水量来讲，可以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台风季来临，瞬间强降水往往导致淹水，造成民众财产的损失。台南部分区域的民众就饱受淹水之苦。永康、昆山、大湾一带因原本大湾排水宣泄能力不佳，以及下游万代桥桥面狭小、宣泄不及等问题，几乎是逢雨成灾。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及公务局为改善淹水问题，进行三爷溪整治工程。包括大湾排水改善工程、太子庙中排改善工程，以及下游即将动工的万代桥改建工程。透过抽水机的加设及桥面瓶颈段的改建等多管齐下治水，防止瞬间强降雨所造成的威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赵副市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的副市长赵庆辉，今仔日非常的欢喜在咱黄伟哲市长的争取。咱会当来解决咱万代桥改建的工程。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讲咱的桥墩，影响到咱的水流，因为所有东区啦、林德，它的汇流水流会跑到这个万代桥的这个串流内底所以咱未来这个工程对咱东区、永康、林德非常的重要。所以这边嘛真欢喜，咱水利署会当互咱这个经费2亿多的经费佮包括咱中下游以后的水利改善差不多30亿，未来咱会当期待111年以后，咱就会当有一个改善水利的这个工程，佮附近咱迄个民众定定较怨叹的这个积淹水的问题，拢会当获得大大的改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基米事业长期关心环境、甲能源永续发展的议题，将为伫个生活旱地工厂用地转型，打造成绿能园区。园区内面除了太阳能发电厂以外，阁保留原有的树林。上午举办启用典礼，经济部长官甲市长等贵宾也出席。共同见证基米事业60周年送予地球的礼物。一来到这个园区，看到就是满满的树林。其实这个园区是由着基米事业开了10亿所打造的绿能园区，将原本现地的工厂用地转型，打造了一年发电量高达2000万度的太阳能发电，并保留了园区内2万多丛的树仔，落实了树电共生的绿色愿景。在电厂跟生态中间要取得一个平衡。那当初在做这个电厂的时候，我们在公司内部在讨论，我当初就坚持，树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真的要种一棵树是要一辈子，要砍一棵树只要一下子。那我们尽量去想这种不会破坏生态的工法，多花一点钱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对得起这个土地。所以当初我们选择了不铺任何的混凝土，让土地可以呼吸，也没有柏油，所有在这边产生的这些，比如树枝啊、树叶、落叶啊，这些全部都留在厂区里面。
那尽量让这个生态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态。这个园区伫11号上午正式来启用，吉米实业的董事长许春华也亲自出席，同时经济部能源局甲工业局的局长以及台南市长何伟霆也拢亲自出席，共同见证吉米实业庆祝60周年送予地球的能源礼物。今年是我们奇美60周年，将走入下一个60年。我们将以 Clean and Green 的理念为环境永续尽最大的努力，投入更多的绿色创新，力求把节性与绿色的元素灌输在企业的每个经营环节里面。最后，我想绿色能源的启用，正传承了奇美追求环境永续及企业永续的理念。在庆祝奇美创立60周年的同时，奇美也希望将这座园区当成是献给我们台南市、台湾，甚至是地球的礼物，象征我们的永续承诺，为地球永续尽一份心力。奇美不仅是这个种电不砍树而且是对于社会责任以及对于环境永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再次感谢与祝福我们奇美实业对于这样子一个模范的绿电场域的一个建制，那也将来这个绿电场域也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对环境友善的绿电指标。基本上这边是40公顷，那用来种电只使用15公顷，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般台湾地狭人稠，大家能够种电超过100%都有人在想说有什么好的技术，更何况用这样的一个40公顷只种电15公顷可以说这40%而已那非常谢谢。这座园区当中，吉米实业也特别设立了能源馆，介绍能源主题的知识，甲园区当中树仔的生态以及吉米的理念。未来也将会定期举办科普夏令营，透过安尼的推广，让现代的囡仔会使更加了解永续环境的重要。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受到肺炎疫情甲经济景气的影响，台南市会国民党团针对民众的自杀防治，质疑公部门到底做了偌济？尤其比民国107年到108年，自杀的通报一档增加17%，要求公部门要动起来，加强宣导以外，嘛提供适时的帮助，避免民众走上绝路。台南市是真少设立自杀防治自治条例的城市，而且阁有跨局处委员会，每年固定的开会，定期检视，并且按年对策。不过，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最近看到一连串的事件，一方面质疑到底公部门为民众来提供什么款的服务，另外嘛怀疑是不是甲这波的疫情以及景气无好有关系。我们台南市市长自己又是公卫的市长，那今天的自杀率还是这么高的话，我想卫健局真的要检讨。经济的因素、感情的因素，是我们大家都认知上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2个因素。那我们台南市公部门这边，其实不光是社会局应该出席了，这应该是像刚刚燕柱讲的，我们的公卫市长，他应该很重视这个题目。我想整个求死自杀的一个状况，除了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家庭因素、朋友因素，还有那个学生的求学压力，甚至有可能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我想面向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借由今天的一个记者会，能够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生命真的很可贵。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勇敢的活下去。也希望我们卫生局、劳工局，甚至我们的社会局，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个边缘的人，能够及时的拉他们一把。对此，市府卫生局心理健康科回应，市府自设立自杀防治自治条例以来，自杀死亡率嘛对原先每10万人有23点外，降为去年11点外，而且阁设立心理的咨询站。提供民众免费的咨询。心理咨商站，过去原台南市，我们是每一个区都有设在卫生所，还有卫生局，我们会依照我们的个案的需求，有时候夜间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夜间的心理咨询服务。
那如同议员刚才讲的，每一个人确实我们补助他2次免费的心理咨商。根据卫生局的统计，民众会行绝路，一般拢是甲本身有疾病，或者是经济、感情等问题。伫107到109年的自杀率，相关的年龄层是25到44岁。因此，议员呼吁，如果民众有任何的心结透袂开，或者是一时的不如意，拢会用咧透过生命线的1995，或者是1925的专线来寻求解决办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照顾身心障的朋友，甲儿童的美善基金会，经过身负舞蹈员甲团队的努力，已经行过10冬，服务弱势超过1万人。身负表示，为了筹募服务的经费，今年结合台南在地特色商品做义卖，希望为后一个10冬来做准备。10冬前，来自瑞士的舞蹈员神父经过早中筹办，终于成立了美善基金会，而且照顾弱势族群，随着社会需求嘛不断扩大多元化。其中，加拿儿童的早期疗育，伫基金会遮有80位幼儿接受照顾。另外，包括知青、失智的老人等等，一路上协助因伫行动、语言等身心障碍服务量已经超过1万人。而经过10冬的即刻，神父除了感谢各界支持收听，嘛期待后一个10冬继续为弱势来服务，特别是个人化的需求。当然，我们能够为那么多的人服务，就是10年内我们1万多个人得到我们的服务，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帮忙。没有这些帮忙，虽然我们也有政府的有些补助、有些协助，但是没有那些帮忙，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个事。所以为了未来，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可以持续为很多人服务，也能够得到社会人士的协助跟鼓励。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社会里面还是很多的人需要帮忙，尤其是长者，很多的长者，有时是已经完全依靠别人的帮忙，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虽然可能只是7年的时间，他们活得7年的时间，不过可以过得很愉快、很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10冬的岁月对社会福利团体来讲，其实每一冬筹募资金拢是严格考验，特别受疫情影响，冲击更大。所以今年基金会嘛结合台南在地黄木子甲芳布袋仔等特色商品来义卖，加上原本的笔筒等手工艺品的制作，要来筹募服务经费，嘛成为知青的奖励金，期待互爱延续。美善10年。让爱续延。台南新闻军志林根采访报道。知名餐饮集团今年以着杯酱月球作为中秋礼盒的主题，包装设计采用儿童趣味的创意风格，就好亲像是太空人登上月球同款。而且佮结合集团旗下多间餐厅，推出19款各式的产品，要来抢占今年的中秋市场。东东餐饮集团今年推出的中秋礼盒仔，外观设计以月球漫游为主题，具有趣味甲想象。伫内容更是用心，有法式马卡龙风格的月饼，嘛有日式抹茶红豆，以及柠檬牛奶豆沙、养生黑芝麻、夏威夷红豆麻糬等多种创意口味。古锥的设计加上好食的月饼，拢真吸引人。我们今年的月饼特别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时代不一样了，要年轻化，那走向创意。那我们今年也尝试的让年轻人去做创意，那又保留的传统，那有创意，也比较有乐趣。所以你看，我们今年设计的那个月饼礼盒，它是CP 比较高，然后又有创意。那我们的礼盒还可以跟让小朋友可以互动，那可以有一个非常代表中秋月满然后的一个意涵所在。今年因为拄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拢受到袂小的冲击。东东企业为了减轻大众的负担，特别将礼盒仔价小降到6折左右，希望会当照顾到员工以及消费者。我们往年的话，东东的产品都是75折，统一75折。今年呢，董事长就说：“哎呀，这个新冠病毒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要便宜哈，就让大家能够得到
少的价钱买到好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把这个最好的产品，流金岁月呢打到6折多，1000多变成800块，哦，是6折多的产品。所以呢，跟大体上来讲，今年的价钱只有更低，哦，因为我想。董事长也是很佛心呐，他就讲说景气不好，然后我们也不用卖很贵，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一些在农历企业有一些工作做，哦，然后呢，让普罗的大众都能够享受到东东的产品。东东餐饮今年总共推出19项中秋礼盒仔，有月饼、西点、菜头粿、咖比、打面、乌鱼子、XO 酱等，会当让消费者家己选择。而且伫9月15日进前预定，还会当享有更侪优惠。想要省钱的民众，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人工全髋关节电话术到现在将近80档。贵中学病医微创关节中健中心的教授赖国安表示，其实空喙的大小只是影响手术后恢复期的长短，上界重要的是人工关节放的位置甲方向够准确，才会当避免手术了后位置不良甲脱臼的问题。对身体体育目前担任贵中学病院微创关节重建中心的赖国安教授，对30-40档前，就以侧开的方式执行全髋人工关节电话手术。对一开始的120公分的空喙，到2000年以后，伫个安全无顾虑的前提，渐渐缩小空喙。对2002年以后，完成超过3000例人工全关节的徒手侧开的微创手术。而且空喙缩小到5至8公分，不但恢复的速度紧，而且手术后嘛会用马上落床来行路。事实上是在小伤口下能够安全、准确、稳定的做手术的这个能力是最要紧的。这样的能力不是说呢，你今天想要做，明天马上就可以达到了。这个必须要靠着不断的训练、苦练还靠经验的累积，才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善的境界。那么这个人工全髋关节的手术，你可以从这个前面开，从侧面开，从后面开，有很多种进去的方法了哈。那么我比较喜欢从这个侧面开，因为从侧面开的话比较不会，你从前面开的话容易碰到这个血管嘛，从后面开的话容易碰到神经而且你说从前面开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往前面的脱臼；从后面开的话，很容易造成往后面的脱臼。尤其从前面开的话，如果不熟悉的话，很容易那置放的角度位置就会误差很多。那么从侧面开的话，就是刚才我谈的好处，它除了说可以避免去伤到这个神经血管以外，那么它的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了而且不太容易脱臼，几乎是不会脱臼的有这样的好处。赖国安医师强调，这种侧开微创的全髋人工关节手术，不但伤害上少，而且手术后嘛较无位置不良或者是脱臼的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底肌内袂用个抬脚或者是长脚，因为会较无力或者是痛痛。医师建议爱4到6礼拜以后，才做抬脚加长脚的运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互弱势民众加一份保障，台南市政府联合寿险公司以及主险单位做伙推动微型保险，为台南市15岁至70岁低收入民众办理投保，预估将会当帮助8738位的经济弱势民众。现代人普遍拢有保险意识，
若是发生意外时，会当有搁较侪保障，但对着弱势族群来讲，可能连过生活拢有困难，哪有法度买保险？台南市政府联合中国零售公司以及秀峰公祭慈善会，为咱市年满15岁到70岁符合资格低收入户提供30万的微型保险，有个将有8738名弱势受惠。在台南有一些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其中尤其是低收入户，他们的生活特别贫困。当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相对劣势的环境中，那如果碰到了一些需要保险需要的部分，因为他们平常生活都已经是比较艰困了，然后这个一般的人家说成家的不搞啊，没那爬工啊，也就是说他们应付日常生活就已经很困难了，要购买保险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难上加难。那所以呢，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人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爱的心，能够提供这个微型保险给弱势的家庭，让中国人寿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台南市政府，可以跟我们慈善会三方一起携手合作，来共同推动微型保险，来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在经济上相对弱势的民众微型保险。当一个贫困的家庭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最难的就是生活上的照顾。那中国人寿透过保险理赔，很快的就可以给他们，至少呢维持一段的小时间，可以先打发过去，这个是最好的帮助。符合资格弱势民众，唔免搁额外支付保险费，就会当得到为期1档投保金额30万的微型保险方案。万一不幸发生意外，造成失能或者是身故，上悬会当得到30万的理赔金，让弱势家庭会当暂时度过眼前的难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